你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太困了，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呀？不行，守夜是你的责任，怎可怠慢？皇上，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，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哪来的废话？能夜宿大明宫，在外人看来，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皇上是不是生病了？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儿来？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上，作为男人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偌大的后宫，皇上怎么会没有个疲软的时候呢？这是臣妾花了重金偷偷买来孝敬皇上的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去过臣妾那里了，臣妾只是想用这样好好的来服侍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皇上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皇后娘娘。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朕看是你病得不轻。我是问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张太医那儿有药，包治百病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肚子，不方便。你没病，我有病，再见，不走。皇妃，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可好用了。是什么牌子啊？啊，来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。臣妾恳求皇后娘娘垂怜，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家给皇上、皇后和皇祖母诵经祈福去。这一大早上呢，集体玩出家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后娘娘的论素旨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，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罢了。唉，该来的总是来了，看来这景妞啊，是忍不能再忍了。我们姐妹几个想着，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，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，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那种可心的人纳入宫中伺候啊！是啊，娘娘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哭了，坐下吧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，我早已经了解清楚了。不过，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，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？娘娘，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，但我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人财两空也罢了，最关键是夜不能眠，这哪叫人过的日子呀？就是。情况棘手啊！靠，齐胜留下这个烂摊子，我凭什么给他收拾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好好想想。啊，娘娘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那嫔妾们出家的心已决，还望娘娘成全。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，哼，这是来威胁我的呀。那好吧，说法呀，啊，我是给不了的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皇上忙，啊，对大伙儿可能没有顾及到。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，非要出家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啊，绿梨，绿梨，娘娘，这怎么办？宝贝儿，去，让人到郊区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，最好是环境好的，僻静一点的，真的要去？没有什么人来往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绿梨啊，办事儿就是利索。
我向姐妹们保证，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搬进去。妹妹刚才感到醍醐灌顶，现在想来，出家不过是一时的冲动。对，是啊，其实这个想法还蛮不成熟的。望皇后娘娘容我们几个回去再考虑一下下。对啊，打扰娘娘您了，是姐妹们未能顾全大局。也好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想好了，我们再来商量这个家到底怎么出发。那嫔妾们就先告退了。快走，快！娘娘，皇上没跟那些娘娘们睡在一起，是因为对您一片真心呐，活该他们都变成熊猫眼儿。绿篱啊，你就相信一代帝王会变成情种吗？娘娘，咱们就不能再信皇上一次吗？宝贝儿，齐胜他不是情种啊，即便他以前情种过，那个对象也不是我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娘娘您消火，奴婢不说便是了。我这火哪那么容易消啊？他总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，还让我给他擦屁股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可是，我找谁呢？赵王，我与你的关系呢是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所以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。我就说嘛，重要的事情你还得问我。你少嘚瑟啊！我就是想问你，皇上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？比如说女人的刺激。娘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弟他明明是个可以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，为什么要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不沾雨露呢？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我亲自查的房。嗨，皇上一向都是一个专情的人，不过也难怪，我们齐家的男子向来如此，洁身自好，至情至性，惯出情种。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我。冤大头我见过，你这么冤的大头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娘娘，赵王今日可跟您透露了什么有用的消息没？可靠情报一点没有，反倒说了齐胜的好话。啊？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齐胜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人家都拐跑你媳妇儿，你怎么还帮人家数钱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日子娘娘你也看到了，皇上呀，他不仅对您百依百顺，就连您送到大明宫里的那些娘娘们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觉得呀，皇上用情专一的对象就是您呐。哎呀妈呀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对呀，对你个头啊！女人的脑子就这么不记仇吗？人家给你叼2颗糖豆豆，你就什么都忘了？在江北的时候，齐胜差点要了老子的命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，也动摇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决心。关灯，睡觉。